是双手合掌。双手合掌的时候，我们双手右手做的完，左手做的完成式。双手一合是没办法做，所以把完成的事放到背后，然后你双手一合掌的，把我们心掏出来，所以这个叫背，然后合觉，可就是要了解我们把完成式放到背后拿出来，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本来背成的，我们不贪恋完成，完成呢都让我们受苦，所以我们不要放到背后，然后把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能够启发出来，然后背成合觉，就是这样，能够背成合觉。那么这个圣贤不能救度，就是那个愚痴的话，心暗，纵然遇到了善知识，也没办法去救他，常存苦海，就永远呢都沉溺在苦海，永失呢真现，就永远这个笑我们那个真现。一入轮回万劫不复，一走入轮回，经过万劫都不能够恢复，所以我们呢这个了解这个迷妄的我们呢这个愚痴的心暗那么悟者觉也领悟就是觉。所以或者就讲，我们可以把那个觉就是放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觉就是悟了，就是领悟。那么领悟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能够领悟，悟者觉也。悟人觉知自己是佛。所以领悟的人已经能够觉知能够知觉自己就是佛。所以你看佛都这样讲不是后学发明佛都这样讲。我们呢觉知自己是佛，知觉自己是佛，已经知道了我们本来就是佛。然后羡慕这个道修行，我们呢要羡慕这个道来修行。三业无亏，三业就是我们身业、口业跟意业三业三业都没有亏欠。身业没有亏欠，然后口业没有亏欠，意业没有亏欠。我们大概这个口业最容易忘失嘴巴我们这个凡尘带来在这个上一世带来的福都很多。我们在这一生之中嘴巴乱讲话，都把福用掉了。所以我们呢叫人家这个少说话，都会讲说留一点口德有没有？就是不要乱说话，让我们那个口那个德都还在，都存在所以我们了解说三业都没有亏欠身口意，这个身口意我们就是要了解，凡尘之所以会造业，就是身口意，就是这三业，三业都没有亏欠的话，那我们的业大概都不会造下来，所以身口意非常重要。那么六根清净，这个写下来是很容易的六根清净。可是我们真的在生活里面六根是很不容易清净
各位浅显，哪一根呢？最肮脏？我们哪一根啊？接受凡尘的污垢啊，是最多。眼睛哦。所以啊，各位这样一讲哦，大概6根都是很污垢了哦。我们耳朵也是一样哦，这个什么都听啊哦，靡靡之音也一样哦，都接受啊。所以我们了解说要6根啊清净，因为清净就回到佛性本体啦。它本来我们的6根啊，也就是一性圆明，然后啊分给啊6根用，一性圆明它给6根用，6根一用了以后啊，就变成各有各的主张，这样就失掉一性圆明了。他假如说6根清净的话，又恢复到一性圆明。那一性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圆明圆满光明所以啊，我们了解说6根啊，不要让它当家了不当家就好了。大概我们修道最大的困难问题呀，就是在6根当家，要把它转移给佛性当家这个是最困难。可是各位要了解早一点做。因为我们毕竟呢，在凡尘的时间都不长，我们不要想说老一点再来做了，等不到老都死掉了，所以啊，要快一点做，快一点呢，让佛性当家。把6根就是让他知道，他就是奴才跟那个婢女不要让他当主人啦，主人是佛性所以佛性当家这样呢就可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就可以不造业就不受苦。有方呢有变无我无人，所以有方有变这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在这个度化众生的时候我们领悟了也要别人领悟，那就要看对方的程度跟他接受的状况要能够让对方接受了所以那个方便就是要想吃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对方接受那个叫方便法门所以佛也一样都用方便法门度化众生不能说一下子就拉到那个最高的那个境界了。众生一听到那个离他太远了，他就会自我放弃呀，说那个我没办法所以他就不想修了。这样你害人家慧命。你跟他讲只要你肯修慢慢来没关系，这个叫方便法门所以一定要用虽然讲出来还不是真正的究竟那个真理，可是可以引导那个向善的方向，可以累积那个善根所以要方便，有方有便。然后无我无人，就是我们在这个度化众生的当下，就要了解说这个众生都是佛啦，那个我也是如来所以没有众生没有我没有众生，没有我没有人所以这个理我们就是要真的了解佛菩萨阿罗汉地之佛都是一个假名称假名，所以佛呢他就讲没有众生。那没有众生有没有佛？佛没有众生就没有佛啦，没有佛没有众生啦
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有时候接受这个名词啊，那个台北前贤就在讲，没有菩萨啊，我都在拜菩萨呢，有没有菩萨？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讲到没有众生、没有佛、没有菩萨，那已经是究竟了。究竟里面什么名、什么相都没有了，你什么都没有才能够究竟。可是那个毕竟是最高啊，我们都还没到嘛，所以啊，我都在拜菩萨呢，没有菩萨，有菩萨，确实有啊，菩提萨埵，菩提就是觉，萨埵就是有情。有情的众生已经觉了，那个叫做菩萨。那我们也可以啊，我们这个是这个有情就是众生，那我已经觉了，是不是菩萨？讲到佛，讲到菩萨，咱都点点唔敢承认。要早一点承认啊，是，要很肯定，安尼呢，才会真正的真的到达那个程度。自度度他，就是我们自己呀，要自度，先让自己呀能够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就是真理的领域。那佛就是在真理的领域啦，那我们也进入，我们也进入真理的领域，所以啊，这个已经呢自己呀度了，自己呀已经呢，不把自己当众生了，自度了，然后也度他。我们自己度了，我们呢亲朋好友，我们也希望他跟我们一样，都能够呢，走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自度又能够度他，然后同成佛道，同成佛，同成道，都是能够成就。那只要我们能够彻底的了解自己呀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成佛成道就是这个佛性本体呀，成佛成道的都已经呢不困难的。那么虽住世间世华不染，虽然我们还呢住在凡尘，可是凡尘的所有一切名利所有一切物质的享受我们都不敢染，不染不染到这个凡尘的所有一切这个享受世华不染。那因为我们不染世华，就不贪恋凡尘，不贪恋凡尘又不敢染这个凡尘污垢，凡尘的这个污垢就没有所以我们最怕就是贪恋凡尘一贪恋凡尘的自己都不会修道了那不修道就不能够成道成佛所以自己要努力。那么做尘劳内转大法人，我们呢还呢在凡尘生活，可是就可以这个引度众生都可以成道可以成佛，这个呢就叫讲转大法人使众生呢都能够成就。那么化呢这个娑婆世界为极乐邦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苦海都呢化为极乐极乐世界极乐邦那个极乐的那个国度，那变地狱为天堂，把那个地狱这个地狱的众生都是受苦的非常严重，
然后我们呢，变这个地狱为天堂，没有那个地狱受苦的众生。那我们要了解到为什么会地狱受苦非常严重，就是不知道真理，然后造了很多恶业，那造了很多恶业自己就是接受那个痛苦。所以要了解都是自重自受。那我们要把地狱变为天堂，就是要告诉众生所有的恶不要造，所有不好的你要做，你做了你就要去接受果报，所以告诉所有众生恶法都不能行不能做。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堂，地狱受苦的众生已经没有了。那么指迷途见佛性，那个指迷昧途上的人，指迷途见佛性，这个指在这个迷昧还不知道我们有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人，给他呢指点，能够呢让他见到佛性，见到佛性才可以成道成佛。没有见到就成不了了，所以一定呢要见到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么做知佛事，就是要做呢佛所做的事，就是度脱众生，度脱有情，有情呢就是众生啦，有情事，我们众生呢都是有情事，所以度脱有情，他不舍慈悲，就是呢我们呢就是要大慈大悲，这个慈与乐，悲呢拔苦，把快乐给众生，把那个完成这个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众生灵本同体，所以大悲那个心就是灵都是同体，众生在受苦就是我在受苦，所以要救度众生脱离苦海，要众生都能够修道，成道成佛，那个呢就是不舍慈悲，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定要知道呢它的内容，那个事项就把就是我们呢很坚定的心要来救拔苦难的这一些众生。那么若有众生呢得供养者，所得福德如供养三世之佛功德。假如说这个有众生得供养，这个我们觉得说这个众生他的想法做法值得推广，那个呢就是得供养，可以得到呢人家的供养。那么你供养这一些利益众生的人，那么所得的福德得到的福德，就好像呢供养三世之佛功德。三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供养三世知佛的功德，本正无二，跟他平等一样，没有两样。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假如我们在许可的范围之内我们就是要多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何以故？自觉觉人名为正觉。我们能够自觉，又能够觉人。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自己先要自觉，然后我们还要觉人。用这一种我们呢领悟的这一种状态，也使别人领悟。所以自觉又觉人。这样呢就叫正觉，这个正确的方向，正确。
那么说法立身能够呢讲出修持的那个方法，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法就是非常重要。我们得到呢殊胜的法门才可以成道成佛。所以我们呢不要牵令圣法，知道法好，就是呢要说法来利益众生。所以说法利身妙用神通我们呢可以说只要进入佛性我们那个神通就会有。有的话，我们要妙用所以都已经有说了佛经里面就已经讲我们要呢妙用神通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本来有的。那因为我们追求的方向都呢朝着凡尘的那个名利，朝着凡尘的物质，所以我们的神通都没有呈现所以假如说能够让我们的佛性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之中呈现，我们的神通自然就会具备。那有神通了以后，你就要妙用所以妙用神通那与佛无二，就跟佛一样佛也是一样妙用神通度化众生。那我们也可以妙用神通呢与佛一样能开众生佛的知见能够呢这个打开所有众生佛的知见每一个众生都有佛的知见，只是我们都迷昧了以后都是变成众生的知见众生的知见就造了很多的业让我们一直受苦。那假如说是佛的知见都是要我们呢脱离苦海的我们心中自然而然就不会再造业。那么能指众生悟佛知见能够指点呢所有的这个众生能够领悟佛的知见那我们呢本身都是佛，那我们能够知道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个就已经呢就是佛的知见。佛的知见呢不是很困难只在我们要不要做。要做的话我们呢就是能够把那个念头都让它呢不生不产生念头自然就已经呢是佛的知见。那么能引众生入佛之见能够引导所有的众生进入佛的知见能救众生，能够呢就近成全众生成佛之见要怎么样成佛都呢能够告诉众生让众生呢真正的就近都能够成佛。那么所以者何？为什么呢大悟之人能够这个大悟领悟他又是大悟所以悟有小有大。能够大悟就是悟明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叫大悟得名菩萨能够大悟就可以说了已经是呢菩萨。那得秘密真正口诀就是得到那个真正的秘密的口诀。若有男女得见得闻信他呢法化相信呢他的这个法来教化，那么皆是正因皆是正果。那么这个讲到这边因为我们上个礼拜8个问题还有留下5个5个呢都还没有回答所以我们就一样留15分钟呢来回答这5个问题。
我想讲是第一个问题，佛性就是水火风土，水火风土就是佛性，所以虚空就是佛性，佛性就是虚空，佛性就是山河大地，万象万事全部都是一体。那请问刘讲师，我们的身体也是我们的佛性对吧？将来我们归空把身体自大归还给大地，其实也就是归还给佛性。这个很会哦，他很会这个逻辑呀，他用逻辑的方法来讲这个佛性的这个内容。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呢在讲说这个山河大地呀，我们就讲法性啊，在讲我们呢人那个佛性的话，我们称佛性。所以佛性也这个在我们凡尘来说的话，我们一听了就知道说人佛性就是成佛的那个正因。那讲法性它是包含佛性佛性也是包含在法性里面。那它呢是所有凡尘的山河大地，万象万事。所以就它的范围是比较宽广。那么在我们呢这个名称来讲，它叫做如来藏性，如来藏，如来含藏万象万事如来藏。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以那个逻辑来说水有风土就是法性。因为呢，我们为什么会把那个水有风土说成四大？那个大就是摩诃啦，摩诃就是冲晒整个宇宙虚空，冲晒整个宇宙虚空就称为摩诃。那因为水有风土它是冲晒整个宇宙虚空，所以整个宇宙虚空都有水有风土在。不只有太阳系超出太阳系一样有，都有水有风土。所以我们了解到，有时候在这个我们口语上讲说水有风土就是佛性，说呢我们身体就是佛性。所以要了解到，这样说没有错，可是我们这样说我们人类的相信度就不高。所以他的说法都有其或者一再研究呢，都知道他有他的比如说他要说到这个山河大地是佛性的话，他会讲如来藏性，它含藏在如来佛性里面所以这样子说的话，表示说如来藏可以生发山河大地。而山河大地它不能生发佛性本体，有没有差别？我们一听了就会有差别。可是假如说以刚才这样问的那个角度跟口气它就变成是一体，没有差别啦。虽然在大方向来讲这样也是可以，可是我们听的人就会觉得好像哪里不通顺那觉得佛在讲的，有时候再三的问，他的回答都一样不会说随着我们问他就按照我们问的角度来承认这个事实。那我也就会想说他一定有一些地方会有不一样。虽然我们也了解说整个佛性冲在宇宙虚空宇宙虚空非常广泛，我们佛性也是非常广泛。可是呢，它有能生的那个角度在。那讲到水有风土，水有风土它就没有那个能生的那个角度在，有没有这个发现？我们的佛性可以生发山河大地，对不对？山河大地可不可以生发佛性？就不行了啦。所以角度就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了解说还是要接受佛的那一种观念，说以佛性为主体，然后生发完成的万象。万象是从我们佛性生发，可是要了解这个万象的生发都是妄，可是我们佛性是真，所以迷妄才有虚空，依空才立世界，有世界才有万象万事，对不对？所以万象万事都在虚妄里面。我们是从真然后起妄，从真从佛性本体真，妄就是整个现象。这样有没有更透彻了解？所以真跟妄，真呢从真起妄，这个是很自然而然。然后我们不能说从妄来生真，妄不会生真妄只有从妄归复到真，它是属于归啦，归来，所以我们了解说真才可以起妄，你妄不能生真，所以他问的大概最大的差别观念就是在这里，真可以生妄，妄不能生真，有没有分别出来？好，再问。好，第二个问题，有讲师曾经说，有灵气的地方树木茂盛，蛇很多，请问灵气是如何形成？什么是灵气？这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天地精华，天地的精华，那么天地精华之所在，那个地方呢就有灵。那我们在凡尘假如说你看到那个山，它有大的树木，然后你到那一种下午它还没有下雨的之前，它那个树木会有那个云生花，那个地方就是天地的精华。所以那个地方有灵气，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修道会有帮助啦。可是那个是属于地理的那个现象，是属于天地的灵气，不是我们人的灵气，是不是这样问？他是问说灵气是如何形成？那个是天地的精华。你看假如说那个山都是没有大的树木，它都是一些杂草，那个就没有灵气呀，那个没有。所以要有灵有气，就是山川那个精华，就是那个山川里面它有含藏那个珍珠在，它有那个就是那个天地久而形成的那一种，我们说那个珍珠知道意思吗？有那个里面它有那个贵重，我们凡尘所贵重的东西，它在里面含藏在里面那个海也会有那个大地也会有，然后山也会有。所以假如说山有那一种滋在，那个山就会觉得说看得你去画山水画就画得会看起来很舒服，那个就是有灵气在。那我们要了解到凡人假如说心善，那一种灵气会很多。那假如说我们整个凡人的心恶，那一些不见了，就一直埋得很深的地底里面熔浆融化。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天地跟我们人的心有息息相关人心善良，天地的那一些物质就是那一种七宝，
它会一直呈现，让我们用都用之不绝，不会这个没有消失。可是假如说我们人心恶，这一些都不见了，都埋在深地的很深的地方。然后我们地的很深地方啊，就是熔浆，很热的熔浆，它变成融化了，没有了。那假如说我们凡人都很善良，它会浮现呢在这个地的表面，水的那个河海也会看见，是一些很贵重的东西。那养生的东西也是一样啊，我们人善，地的生长让我们人吃了以后啊，就身体会健康。那我们人的心不好，地生的东西呀，虽然吃了可以养生，但是也害身，也害我们生命啊。所以啊，变成一半一半。那现在变成地生长的东西呀，被那个虫吃了，我们就用农药，然后用农药了以后，我们人也吃了，就变成地虽然要生长那个万物来养生，可是我们人啊变成用那一些药来害生，害你的人生啊，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也可以养生，也可以害生。这样灵知道了吗？地灵还没清楚啊。山川精华，天地的精华那个灵呢，就是天地的精华，自然形成的。那第三个问题，有些美国人说金子是来自天堂，是吗？金银珠宝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刚才不是回答了吗？就是这一些我们用的七宝啊，都是从地底浮现。那为什么会浮现？就是因为我们人心善，人心善的时候地浮现的就是七宝。所以我们到弥勒下生的时候我们整个大地都是七宝，我们踩的大地都是七宝。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七宝就像我们现在的那个土石一样，你走在石头上面以后那个弥勒师下生整个呢那个道路都是七宝，你走的都是七宝的道路。所以或许一看过，哎呦，那我们今晚来，现在都来的话，大家都出去不用工作去捡就好了。可是要等到弥勒下生的时候才会有了。还有2种。邓木花老会结安为色，请问神通变小白兔也是邓木花老所产生的吗？如果我们邓木花老一直想小白兔，会结安为色见到小白兔吗？这个很会想象的所以要了解到他的那个邓木花老是一种形容，就是我们一念无明生三系业相、转相跟现象那个时候都没有整个现象都没有。那因为我们那个第二个那个转向，把我们本来的那个智慧之光，就是般若，我们把它转成能见之见，我能够看见因为能见就要有所见你要看你的业相，业没有相你硬要看，那个叫做邓木花老，你一直不眨眼睛，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各位姐姐，会形成什么现象？就是空中有花很容易体会你蹲下来5分钟，你突然站起来看看，你会看到什么？那个就是邓木花老他这个是形容说
我们整个山河大地啊，就是这样呈现，从妄呈现呐，它来处不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关照，比如说念头，你从哪里来？念头消失，你去哪里？你把它关照，你会发现来没有来的地方，去没有去的地方。那我们生从哪里来？你找不到你从哪里来，死了去哪里？你找不到你死了去哪里。所以这个就要了解到，都是妄，不真了，真它都在了，因为妄它不在啊。不在，你要找他来的地方没有，你要找他去的地方没有，没有都没有，所以不可得，圆满菩提然后归无所得，你无所得就圆满菩提了。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贤贤，大家好。不学占到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也是感谢各位贤贤给获取机会学讲。我们讲到这个三至于迷悟论，这个26页。26页呢，1、2、3、4，从后面算来，第4行，这个少年是故少年修行得其正法，即成佛道。找到了没有？找到了所以我们假如说这个少年来修行的话，因为对凡尘的感染比较少，修习大了呢，比较好修。年岁大呢，因为我们在凡尘的遭遇多，变成比较呢，心清净不下来，修的呢比较困难。那少年的时候可是我们少年呢，都对凡尘充满好奇呀。所以要得这个正法，比较不容易。我们也知道说，得到这个正法，非常的难得。那要在我们年岁呢比较大的时候才会知道说什么样呢才叫正法。不然呢，我们很多凡尘的修持方法。那很多呢都是中间的过程，那中间的过程每一个法门你努力修的话呢，它都会有成就。那有成就了以后我们容易住相，就是住在那个成就的里面。那对呢这个正法的部分就比较缺少。那个判断的智慧。那我们年岁比较大的时候对这个判断就会比较有一些就是可以理解比较，他知道呢什么是实以正法，那么什么呢他法不正，比较呢会知道。可是当我们那个判断能力强的时候我们凡尘的感染也比较深，所以修起来要除掉我们的凡尘感染就要用很多的那个力道来除掉我们一些呢那个脾气以及不良的那个习惯。所以少年修行呢，得到正法，就可以成佛道。所以在我来讲，成佛成道都不困难，只要你得到正法，正确的修持方法，都可以成佛，都可以成道。就怕我们自己的观念
有所偏差。那么20岁啊，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这个呢，20岁啊，跟少年呢，差不多了，20岁呢也算是少年。那强调的呢，都是得到正法，正确的修持方法，各位浅显对正确的修持方法都知道吗？都知道正确的修持方法吗？我们用呢简单的来讲，就是用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来修不生不灭的佛道，这个就是正法，正确的方法这个因跟果啊都一致的不生不灭的因，修呢不生不灭的果因果一致，这个呢就是正法。所以我们呢就在这个启发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简单呢就是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我们万念都放下了一念不生啊，那所有的妄我们都放下了，妄就没有了，真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就呈现。那我们用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来修道，叫做得正法，所以我们呢都得到正法，就可以成佛，就可以成道，所以啊，各位要对自己呀有信心，那我们就是启发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都不困难。不会说很难做到，不会就是啊，只要我们万念都放下了，那个所有的妄我们都放下了，真呢就呈现。那真呈现的时候啊，我们就用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啊来修道，这个叫做得正法，正确的方法。修持方法非常正确，可以成道呢，可以成佛。那么30岁呢修行啊，得正法亦成佛道，所以呢这边呢，他得正法都摆在呢最重要的位置，都一定呢要得正确的方法，假如说我们用凡尘的那个生活的生灭心啊来修道，那个就不会成道，因为生灭的心啊求不生不灭的果位啊，因果不一致。那我们呢用不生不灭的心啊，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呢，因果一致啊，就是得正法。那么40岁呢修行，得正法呢，亦成佛道。50岁呢，修行呢得正法，亦成佛道。60岁修行啊，得正法，亦成佛道。70岁呢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80岁呢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所以啊，或者都讲说释迦牟尼佛非常有耐心呐，他不会说这个太快一句话就好了，从20岁、30岁、40岁、50岁一直讲到80岁啊，都没有说中间漏掉，都呢不厌其烦的都说，只要你在哪一个年岁啊，只要你得正法，都可以成道，都可以成佛。所以我们了解到说，重点呢都是在得正法。那么男子修行呢得正法，亦成佛道；女人修行啊得正法，亦成佛道。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那个得正法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是一定呢得到正确的方法，用不生不灭的心啊修不生不灭的道，因果一致啊才会成道，才会成佛。所以一定呢要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那么富贵人修行啊得正法，亦成佛道；
贫贱人修行呢，得正法，亦成佛道。所以啊，我们在这个凡尘，这个修道的位阶啊，它是不管是富贵还是贫贱的。那佛呢，他讲我们富贵啊、贫贱呢，都是果报。我们这个前世啊所造的因果，现在接受呢，那个果报。所以福报呢，跟坎坷的生活，都是我们自己找来的果报。所以佛不看这一些啊，说只要你把那个果报都还清了，就回归呢到我们清净的那个本性回来。所以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年岁，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富贵贫贱啊都没关系。只要你有心啊，得到正确的方法，然后都可以成道，都可以成佛。那么帝王修行啊，得正法，亦成佛道。纵然做到呢，那个总统，做到呢皇帝，然后得到正法，一样可以成佛，一样可以成道。宰官修行啊，得正法，亦成佛道。所以我们当官的能够得到正法，一样可以成道。乃至人与非人，这个人啊，就是我们人道。然后非人呢，就是那个天龙八部啊，那个就属于非人，他不是人。所以我们了解说，人与非人啊，修行得正法，亦成佛道。所以重点呢，都是在得到呢正确的修行方法。所以我们呢了解说，人与非人啊，性相平等。还记得吗？那个世子啊，对法龙禅师啊，所讲的，百千法门啊，同归凡尘。和尚妙德呢，总在心也。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住记足不离汝心。有没有？记不记得？都要赶快看笔记就是没有记在脑海。假如说我们是记在脑海的话，就一下子就可以全部的都把它翻出来。因为它有讲到呢，人与非人性相平等。所以大道呢虚旷，结思觉力。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缺少。以佛何殊？就是跟佛没有两样啦。汝当呢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成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做之善不做之恶，行之作恶，触目一眼，总是佛的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我们都这样行之作恶，触目一眼，全部呢都是佛的妙用。快乐无忧。各位浅显，忧不忧啊？忧不忧愁啊？没有忧愁的理由啦。都是很快乐。那我们有烦恼有忧愁，是我们自己找来的。我们自己很聪明，找一些烦恼，找一些忧愁，然后我们就呢很烦恼很忧愁，就宁愿过那个苦的日子不愿意快乐生活。愿不愿意快乐生活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本来就是很快乐，都是佛，每一位呢都是佛。所以不要在我们的见解里面就是自己不愿意成佛，自己愿意当众生。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见解害我们很惨。我们为什么六道轮回？
都是我们的见解不正确。假如说我们的见解都正确的话，我们不会六道轮回啦。因为我们都是颠倒，众生颠倒，把那个不生不灭的都抛掉，然后把生灭的紧紧的就抱住了，所以这样颠倒，我们就受苦连连，这个苦未了，所以前贤苦会了未？苦弄了无苦没有苦可以吃。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得到正法都可以成道，都可以成佛，而且每一个都是佛，每一个都是菩萨，我们都是佛菩萨，所以要快快乐乐过活菩萨的生活，不要自找苦吃所以人与非人连那个非人那个天龙八部那个全部都非人，他呢性跟相他的佛性跟他的形象呢跟我们都一样没有差别啦。我们呢这个很幸运有人的身体可以修道，所以十方之佛呢人道修成，我们可以呢修成道德一定呢不要放弃。那么尔时世尊呢尔说句也，若有男女等得见呢真名师修行得正法，无一不成佛。所以我们呢了解到说有男女，就是我们呢在凡尘已经有现象了能够得见真名师我们的佛老师掌道盘真名师然后我们都修行，又呢得到正法，每一个都受记就是可以成佛成道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讲所有的无一不成佛就是全部都成佛啦都会成要对自己有信心这个呢就是43章呢至于迷悟论我们有智慧了就能够领悟真理那假如说呢我们愚痴就迷昧，那迷昧我们就着重在现象所以智跟悟它是连带，我们有智慧就能够领悟。那假如说我们没有智慧就是愚痴，那愚痴呢就迷昧，迷昧呢我们就造业啦，造业就要受苦，受苦更愚痴更迷昧就这样一直绵延不绝。那我们有智慧能够领悟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可以修正成佛成道都一定可以要确立我们的信心每一个都是佛菩萨都是佛所以要先自己建立我就是佛，行之周恶都是佛的妙用在凡尘的生活全部呢都是佛在指挥不给六根当家啦。各位在生活之中还给六根当家吗？一定还是的啦因为给六根当家太久了一下子呢要把它呢转移过来就是很不容易。不过我们一定呢要启发或者就讲我们现在有能力可以请佛性当家等到我们一口气不来，佛性当家呢条条大路都通理天。那假如说我们现在不请佛性当家，我们给六根呢当家，我们一口气不来我们的佛性没有主宰的权柄，他要走东往西都没有路
哦，所以要知道啊，六根呢，他又不负责任，一口气不来他撒手不管，我们怎么样他都不管，佛性要出来收拾善咯，这个收拾善后啊，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六根造了多少业啊，这个佛性它收拾不了，我们要受业力推出，然后又去现象，又在六道轮回，所以要知道这个严重性，所以或者都一直在鼓励啊，宁可生前枉死路，莫待死的时候后悔迟，我们一口气不来我都还没做，来不及了，我们要讲还有加在，我拢有做好话，对不对？加在，唔通讲要知啦，哎呦，要知我久啊嘛，互父先做主，伤慢，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说有一点点不是很称心如意呀，要佛性当家不那么简单呐，可是要知道佛性是主人，六根呢就是卑尼跟奴才，他呢自己会退位，只要你坚持了请佛性当家，那我们佛性是一个对体，它没有两边，没有相对，所以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没有喜欢讨厌，既然没有喜欢讨厌我们没有取舍，那没有取舍所有的行为动作都不造业，那不造业我们不受苦，都解脱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生活上的解脱要自己努力，不是求仙佛呢，帮我解脱，仙佛是没办法啦，仙佛是告诉我们真理，我们要去实行，只要我们实行真理自己那个都很宽广的道路可以走，所以我们呢就要请佛性出来当家。那当家了以后你就会知道真的是行住坐卧都是佛的妙用，整个呈现都是佛，已经没有对待，不像我们现在生活之中对待很大，有喜欢的，有讨厌，有这个喜欢讨厌以后就有取舍，有取舍以后有行为动作。行为动作以后业已经形成，已经造下来了，造了业就要受苦，这个是真理所铺排的道路，我们要相信，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在生活之中，尽量就是能够万念放下，不要起心动念，知道念就是业。我们造了业就要接受果报，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能够运用我们的觉，知道心里在想什么，知道身体在做什么，都觉。那么有这个觉各位就可以了解，虽然说很容易入手，可是它呢非常的深，我们越进入就会越深。开始的时候说我知道心在想什么，身体在做什么，很简单。可是当你一进入了以后，你会发现，还有我心里所想的，怎么的粗浅，怎么这一些呢，没营养的呢，我都一直在起心动念，你自己就会调整。然后这一些没有营养的念头你自己就会取消，不给它呈现，然后你就越来越发现越深入你自己清净的本性，光明都整个发挥，整个
佛性的光明啊，都一直呈现。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那个觉真的就是没有无明了啊，没有无明不造业啊，不造业不受苦。所以我们在生活的时候啊，就已经进入佛的境界，就已经在佛的领域啊，生活，整个啊都是天堂，就在我们凡尘啊，现象之中啊，都是天堂，都是快乐，没有负面的啦，那我们一生啊就会过得很如意，纵然一口气不来，我们也没有遗憾。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业债啊，我们累生累世啊所造的业债啊，非常的多，所以啊，或者就讲，我们现在的生活，一定呢不要起心动念，不要有念头，然后啊，不要做了一些负面的行为，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不管累世啊，有造了多少的业，因为我们缘啊都不造，累世的因啊，虽然有，可是呢，现在的缘我们都呢，不让它呈现。那么因啊遇不到缘，不会呢，呈现果报。那果报不呈现啊，我们就不用接受。所以啊，这个真理里面啊，有告诉我们这一条道路。我们累生累世啊，不可能说呢，不犯过了，一定都有做错的时候。那已经六道轮回太久，累积的过错啊，也太多。所以啊，各位就可以了解说，我们想这个修持呢。看一些啊修持的方面的诗集呀，只要一看了这个眼睛都涩涩的要睡觉了啦，都睁不开，就看不下去了。那个就是要了解到，那个是业障障碍，不给我们进修，因为我们一进修了以后啊。他就要不到债了，我们都不进修的话，轮回的路上一定会遇到我们，你跑不掉的，一定呢会遇到。那假如说我们呢真的进入真理世界，努力修的话，他按照呢我们所讲的，你都呢不起心动念。也不呢，这个行为啊，就是负面。那这样的话呢，虽然累世啊，累生累世造了太多的罪业，可是因为没有缘啊，它呢呈现不了现象。那呈现不了现象我们就不用接受果报所以罪业都消灭。可是只要这个走回头路那个罪业又来了啦。他不会放过我们，所以要了解说，只要我们不造业缘，那个业的缘我们都不造，所有的因它就呢在仓库里面，它不会发芽，不会呢呈现果报，所以这个业债广多，我们可以有方法就可以这个。走过这个关卡，所以你看那个佛的那个10大弟子那有一个只要佛一开始讲经说法，他就度孤了，那个叫什么名字阿耨利，阿耨利只要下课精神都来了，非常有精神，只要上课他就度孤了，他就要打瞌睡了，所以就被佛骂，说你这个螺丝半壳类一岁1000年，不闻佛名字就是没有办法听到佛的名字。这个阿耨利被佛一骂很伤心还有
啊，就阮堂兄呢，啊，那会甲我骂啊，遮厉害啊！哦，自己的哥哥啊，所以他就7天哦都不睡觉。那我们眼睛啊，就是以睡啊为食，哦，睡觉的时候眼睛在吃饭啦，所以眼睛哦，就是一定哦要能够啊晚上呢闭着眼睛睡觉，眼睛呢在吃饭了，吃饱了。早上醒过来，他又睁开眼睛，又可以用了，所以啊，要了解到，只要我们7天都不睡觉，眼睛都不合眼，那我们就瞎了，眼睛啊就瞎了，就看不见了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眼睛啊，我们都要闭目养神。眼睛要闭下来，然后啊，让眼睛吃饭，你都全部都不闭目养神啊，就眼睛看不见。那佛就呢，泯灭了他，那么精进，就告诉他说，我们有金刚正眼，不用眼睛啊，可以看，这个整个娑婆世界啊。所有景色啊都可以看，然后就教阿耨利修，真的阿耨利修已经成了，不用眼睛啊可以看到完成的所有万象，真的厉害。那我们每一个的佛性啊，一性圆明也一样，不用眼睛也可以看，不过我们还没有功夫修，这个不要试着说我7天不睡看看，这个手你都要给它乖啊，那个眼睛就瞎了这个时候可没有人教你金刚正眼，我们要了解那个要成道成佛啊，才有那一个功力啊，可以教你怎么样修呢？金刚正眼。其实那个修的法都不是困难，只是我们的恒心毅力啊都不够所以就没有办法修成不然我们那个一性圆明我们的6根呢都听佛性的指挥啦所以你只要把一性圆明发挥到淋漓尽致你不用6根你都会了了分明可是我们呢，这个修持正道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来修呢，最高的佛道啦，不讲这个奇奇怪怪，因为奇奇怪怪人家都会攻击，会说你那个不正确，所以我们就用最普通的方法，最平凡最平时、最平淡、最平常这个法来教大家。然后都能够进入行之作恶总是佛的妙用，快乐无忧，都能够呈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佛就讲，不是我们众生不想成佛啦，是我们的业债广多，太多了啦，多到我们都负荷不了，所以或者就讲。我们一念无明生三系我们从那个无极里天要到凡尘来降世的时候只有一念无明生三系非常少的业债那个业念我们的起心动念的业那个业债非常少，差不多10块钱的业债而已差不多10块呢，欠10块啦。因为我们已经有业债了然后那个业已经呈现就把我们的般若妙智慧转成能见之见，本来是般若是我们的智光智慧的光芒，可是变成能见之见既然有能见就有所见就变成生灭了所以既然有所见了以后就变成现象，所以一念无明生三系，就是业相转相现象
三个都没有形象。虽然有业相、有转向、有现象，可是都没有形象。这个时候都还在空中了，只是酝酿，已经酝酿有了。那我们了解到，我们要看我们的业相，我们造了业一念无明，已经起心动念，好，我要看看我的业到底多少。然后业相没有形象，看不见。然后我们一直要看，就瞪目就发劳。就是说我们眼睛都不眨，一直看，一直看。这个叫做转向。一直看，一直看。它本来都没相业没有形象，我们一直要看，叫转向。一直看看到我们眼睛呢都花了真的就现象，就结暗为色，被我们看到真的有相出来。山河大地就是这样产生的。各位浅显，冤不冤枉？很冤枉本来都无咱硬要甲看到有啦，真是都有。所以佛学说这个道理假如说你是住在那个比较乡下黑暗的地方，然后又有一些这个树木又有植林，然后你看，你仔细看，有鬼。你仔细看，每一次你到那个地方有鬼，你仔细看鬼真的现象给你看，奇不奇怪？很奇怪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从我们的妄想之中呈现，所以我们整个凡尘都是这样，都是假的啦，都不真都是因为我们的妄，我们颠倒，然后才呈现万象。山河大地也是这样，都是假的，可是我们都把它当成非常真，所以佛才说我们颠倒，我们众生颠倒。哪一天我们都不颠倒了，我们都成佛了啦。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了解到原来只要落入形象都是假的，都会变化，都有生灭。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它没有形象，不会生灭，永远都在。可是我们对永远都在的佛性我们从来不用心，从来不去研究。颠不颠倒？真的很颠倒这么真的东西我们都不研究。那么假的东西我们很注重。注不注重？我们注不注重形象？你看长得帅长得歹我们注不注重？很看重，对不对？帅跟歹是不是很快变化？对不对？我们对很快变化的东西我们很注重。我们对不会变化的东西我们都忽略，不管它，它又没有形象。这么漂亮的东西我们都不追求。聪不聪明真的称不上聪明可以说我们都是很笨因为很笨才会六道轮回。假如说我们是聪明然后知道说凡尘的万象都是假的，都是生灭，然后我们看淡，不住相。只要不住相佛就跟我们讲，离相名佛。各位就可以了解容不容易？离开形象了，你就是佛。我们都不愿意离开形象对不对？愿不愿意离开？
我们对形象啊是非常在意的，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我们众生的颠倒啊，程度啊真的很深，要我们都不颠倒呢，真的要走入真理世界，真理它都不会变化，那我们现象都会变化，那会变化的我们都很注重，你看所有的广告啊，那个假如说它不变的是死板板的，我们都不看，它一直在变我们都会被它吸引，会变动的我们才注意，才会去关心，所以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就一定要回到没有形象的佛性本体，它没有形象，可是可以指挥我们身体，我们的形象都是没有形象佛性在指挥的，那个没有形象的我们都忽略它，没有研究，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的日常生活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这样一直经过，就是因为都是从形象呢在指挥我们，不是那个佛性在指挥啦，都是形象呢在指挥，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一生很快转眼就过了，再来已经是100年生了，再来，或许有听那个大吉祥里面有一首歌那个听说我们人生一回首，已经呢是100年后各位有听过吗？那个或许一听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真的就是这样，我们一回首已经是100年后，100年以后了啦，就是一生已经过了，都已经要努力的地方都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爱惜现在可以主宰的时候，就要好好的利用，启发呢佛性出来当家。各位有决定性了没有？决定要启发佛性当家了没有？一定要呢请佛性当家这个6根呢就请下来，说你这个婢女跟奴才你不要占据位置啦，就让一让佛性来当家，这样的话呢，我们修道就成功了。我们最困难就是在6根当家呢，跟佛性当家，这个地方最不容易转换了。我们能够转换的过去我们的脾气毛病也都没了，贪嗔痴慢疑也都没了，都降伏了。最难降伏的就是我们6根，6根呢最难降伏。那么佛就讲，何以故？一切的众生迷顽颠倒。这个呢讲的蛮厉害我们迷昧了有很顽固各位顽不顽固不承认啦，可是就真的很顽固，都很固执我们都很固执。迷顽，然后又颠倒，我们众生呢颠倒，把真的看成假的，把假的看成真的，都颠倒。那么从无始以来，就是没有一个开始的时间各位先生，我们的人生从哪里开始？从这个缘会，从上个缘会。从上100个缘会，从上1000个缘会，我们从哪里开始？无始啦，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已经呢无量无边的缘会啦，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到现在。什么时候结束啊？没有结束的时候了。都这样一直绵延不绝。所以我们了解说，哇，这个时间真的都是绵延不绝。从无始以来，不种善根，只造恶业。我们的众生，我们呢有求道有修道呢，都还好啦，都有种善根，然后恶业都不造。可是以往呢，我们没有修道的时候呢，就是不种善根，然后只造恶业，就是不好的我们都一直造，然后好的呢都不种，然后冤冤相续，这个呢就是互相之间，都不愿意吃亏啦，都是互相之间呢，互相缠绕，都呢我绑着你你绑着我，都互相绑住了，所以冤冤相续，业业相缠，所有的业都缠绕，都被业障整个绑住了。你不放他呢，他不放你，都互相之间就是不放。所以我们现在在生活之中，万年放下，放不放？放，全部放，没了，对不对？这个不会说你不放他，他不放你，就这样呢，互相呢，这个缠绕，绑得很厉害了，都绑住了，所以我们呢不会，我们呢全部都放开，全部都放下，万年都放下，那么不放他不放你就结成业网，那个业就变成一个网，我们呢就脱离不了业网，在网子里面密满整个世界，整个世界都是业网，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凡尘就是这样，互相之间呢，就是勾心斗角，就是呢，都是在计算算计那个怎么样过好的生活。是故出入三途，往来六道，所以我们就出入就是进入三恶道，那个刀途血途跟火途，就是三恶道。我们都从三恶道出来，又进入三恶道，然后往来六道。我们在六道轮回之中就一直绵延不绝，一直轮回，相逢相遇相害相吞，我们在六道里面就会相逢会相遇，有互相之间勾心斗角，又会遇到勾心斗角，就是这样，没有了期啦。都呢会互相这个因果是决定相害，互相之中呢相害然后相吞，就是出生呢到畜生道的时候我们呢在人道，然后就要补身体这个吃肝补肝，吃肺补肺。所以我们在凡尘都相害相吞就是互相之间都呢这个相杀，杀了以后就吃，就要补身体。那么地相报业，地就是传递，就是一个接一个，地相的报业。所以我们了解说，因果是定理啦，都一样不会呢这个漏了
所以啊，我们就是要有那个大的含量，不要呢这个心胸啊很狭隘。那么无有了期呀，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呢都是在这个苦海里面啊，一直啊，在这个受苦，然后啊，我们这个造了业呀，又使我们啊，免不了苦啊，一样呢，在苦之中。那么假如那个债嘛，我们这个债已经还清了，生呢在人道之中，所以我们了解在人道之中出生啊，就是很难得，人生难得啦，不要呢说生活的很苦很不如意，要知道说有人的身体呀，可以修道，可以成道，可以成佛。那么假如说刚还满债在人道之中啊，又无善根啊，就是出生在凡尘的时候啊，他不会啊，有这个善根。所以啊，我们假如说度人都度不动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不要泄气，因为假如说从善恶道出来，才第一次啊有人道，那他呢整个他的八识田中，他的性分里面啊没有一点善，所以你要他行善不可能，求道呢那更差得远，所以那个时候啊要用最浅的方式啊，种善根，说你要存好心，你要说好话，你要做好事，这个都很简单的啦。然后经过30年一世啦，30年一世，然后30年了以后啊，他呢有一点听得进去所以会存好心，然后这个说好话，然后做好事，然后接着呢再进入第二个30年，累积下来60年，大概呢你邀请他说我们到寺庙去拜拜，他可能就会跟你去了，那假如说第一个30年大概不可能啦，所以不要泄气，不要说拢都会行，这个根基差得很远，确实啦。我们自己本身的根基也没有说很殊胜很利很好，那也不要去想别人根基很坏，这个呢要了解说众生毕竟呢都成佛啦，都会成佛，早晚而已啦，他受的苦够不够？受够的话呢，他就会修道，就会成佛。所以我们了解说，刚呢出生在人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善根比较缺欠，不弘正法，假如说呢没有这个降生呢在大开普度的这个时期那个就呢不弘正法，不会遇到呢我们大开普度，那假若能够得逢诸根呢暗顿，就是能够遇到了，那我们的6根呢都呢不光明，都是很暗很钝，重重的魔障，那个魔障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修道就一定呢有魔考啦，会魔来考验，是考验看我们有没有真心那真心的话，魔就考不动我们，那我们假如说虚心假意的话，魔一考我们就退了啦，所以那个重重的魔考是考验我们的真心，那么不能进攻，所以不成佛道，不成呢正果，所以要了解说
那个都是我们自己本身呐业障深呐所以啊各位先贤我们呢不可能说没有业障都有那我们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要努力呀正本清源，就使自己呀不起心动念不要有那个业的形成，念头就是业啦，然后我们不要有念头，业就没有然后啊没有业了以后啊，我们的行为啊又不走向负面这样的话呢所有的因啊累生累世的因，它都呢遇不到缘，我们呢所有的罪业啊都消灭，很便宜对不对？可是要会用啊我们呢能够不起心动念，然后啊不负面的行为这样的话呢就正确的不建立啊那个缘，它缘没有虽然有因它没有缘就不会呈现果报，听得懂吗？要知道这个可以让我们超越累生累世的那一些罪业，累生累世的那一些冤圈，我们呢都可以这样过了，罪业消灭了这个是对我们呢非常大的帮助。然后我们来讲这个第45章最后一章这个本来我们讲呢这个大圣起信论大圣呢金刚经论只有要讲那个四句句，对不对？我们是重点放在四句句结果后来里面很多的那个讲法说法对我们帮助都很大，所以我们才详细说。那么第45章呢不持五戒论就是不受持这个五戒所以我们了解说修道呢就是要持戒就是能够戒除我们那个走路那个偏差的那个道路。那么佛告文殊师利不持杀生食肉戒断绝慈悲种子。假如说呢我们不受持那个杀生食肉我们也杀生也食肉，这样呢就会断绝慈悲的种子所以我们要知道天地之间他不会做事，他所做的事使万物生生不息，所以生就是天地的大德。那我们杀生就是最残忍，违反天地的那个大德各位先生，天在做代志无？我们都了解啦。天假使有手可以做事情的话，我们都吓死了，会不会？不会假如说这个上天伸两只手出来做事情我们会怎么样看待？要赶快披上网。所以天地呢我们就是了解到他没有这个做事情，可是我们了解说天地的大德就是生，它使万物生生不息这个就是天地所做的事情所以天地呢我们要知道它是最诚。假如说天地不成就没有万物了各位就可以了解到白天就是白天，黑夜就是黑夜，春夏秋冬就是春夏秋冬，有没有很成？有没有？
天地很沉。假如说天地不沉，这个春也不像春，夏也不像夏，秋冬也一样乱来，白天也不像白天，黑夜也不像黑夜，百物都不发生。百物不生呢，我们众生啊就没有办法生活。所以天地它很沉。你种的丝瓜呢，它就生丝瓜，对不对？会不会生别的出来？不会。所以这个就天地的沉。那我们人假如说能够学到天地的沉，我们就跟天地一样。所以了解到天是一大天，我们人是一小天呐，也一样是天。所以诚则天之道，诚之者啊人之道。我们要学天地的那个诚。只要你诚心诚意啊，在凡尘生活，各位就可以了解，很多的人都愿意跟你做朋友，因为你非常的诚，都不会背后捅人一刀。那我们相处最怕，前面跟你嬉皮笑脸的，后面呢就害你，我们最怕这个啦，对不对？所以我们假如说持之以恒，跟人都是非常诚，而且很久都是诚。那不管是多少年，纵然呢几十年呐，一样呢都是诚心诚意，那样就能够有很这个笃实的交情。那个相交交往都是非常的笃实，实实在在，都没有那个危害别人的那个意念在内，都是诚心诚意，这个做人就成功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学的天地，天地诚，我们跟着诚，这样呢做人就成功。人就相信了，人家相信我们，不会呢，就是中间这个突然有冒出那一种不诚的那一种意念出来，都不会。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要学着这个天地，所以这边我就讲这个不持这个杀生食肉戒就会断绝慈悲的种子。所以我们呢慈悲喜舍是我们佛性的四量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慈悲喜舍。慈就是娱乐，悲呢就是拔苦。然后那个喜就是随喜，人家有成就了，我们不会嫉妒，我们一样很高兴，好像我们自己成就一样。所以那个是最难得喜。然后舍呢就是能够帮助别人，舍就是布施啦。舍就不会说每个东西都想自己拥有，不会。一样呢也使别人一样拥有。所以慈悲喜舍是我们每一个人佛性里面所具备的都有慈悲喜舍。所以我们只要回归呢到我们佛性本体自然就具备慈悲喜舍。所以我们在称呼那个佛的时候我们都会加上大慈大悲，有没有？那个就是已经整个呈现了，大慈大悲呈现。那我们虽然有慈悲喜舍，可是有时候我们为了生活，没有让它呈现在外表形象。所以别人并不知道我们慈悲喜舍。
那只要我们这个接触面啊广泛一点，然后啊多多帮助别人，自然而然啊那个慈悲喜舍啊就会呈现，它是我们佛性所具备的所拥有的，所以就不会这个要呢去吃啊那一些荤食的，因为我们有慈悲喜舍，就不会那个吃那个畜生的肉了，他不会吃肉了，才有办法维持啊慈悲喜舍，所以佛就讲不持杀生食肉戒，就会断绝啊慈悲的种子，那个慈悲的种子就不见了。那么不持不语啊不取戒，那个不语就是别人啊不给我不给我，然后我自己去拿，这个叫做偷盗，这样了解吗？别人的东西，可是啊没有经过别人同意我就拿了，那个叫偷盗，那别人的东西呀我们要就要征询他的意见，说给我可以吗？他答应了我们才可以拿，所以那个鱼呀就是给的意思啦，已经给了，你有征询了，你有问了，他说好啊给你呀，这个就已经啦，不是偷盗了。那我们会自己拿，别人没有答应我们自己拿，我们就了解说有一些我们自己认为啦这个小事啦，没关系，我自己拿就好，不知道说我们呢细汉头挽布啊，大汉的头看牛啊，所以我们从小的地方我们就要戒慎恐惧，就是啊不去做那一些人家不语啊我们不取，人不给咱我不爱给，要人家愿意了我们才可以拿，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是明明白白做人呐，做人的时候啊明明白白，所以不持不语不取戒啊，断绝富贵种子，就是我们有偷盗的心呐，我们就没有富贵了，所以我们要富贵的话呢，就是一定要保持光明正大，光明正大呢才会呢真的有那个富贵的种子。不持邪非淫欲戒断绝清净种子，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在凡尘啊这个不实与夫妻方面的那一种男女之间的情爱叫做邪非淫欲，那我们呢就是不能落入那个邪非淫欲，假如说有那断绝清净的种子，等于是我们那个光明清净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染污了，已经沾了污垢，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大概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因为我们的身体都是从那个孕育而来啦，父母亲然后做爱把我们生下来，那我们要断除了邪非，就是不实于那个夫妻之间的那个淫欲就是不要有，这个一定要建立建立很笃实坚强的观念，不要有，自己假如说能够把持坚持的话，那你在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你就会保持清净光明，所以这个是要看自己的那一种坚定的心。不持妄言取与戒
断绝诚实种子。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妄言取语，那个取语就是讲出来的话让人想入非非，那个叫做取语。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以这个真理的境界来说，我们的那个文言小说文艺小说，那个都使以这个取语，因为会使人家想入非非啦。所以那个使一些青年那个男女就没办法清净的那个心地。所以我们呢就不要赚那个钱，不要去写那个使语那个让人想入非非的语言。妄言就是不实在的语言。我们呢也不要讲那个不实在的。假如说呢我们呢讲不实在的语言，以及呢讲让人想入非非的那一些语言，就会断绝诚实的种子。那我们了解说诚实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就是靠着诚实。你诚诚实实的能够呢在凡尘生活的话，一生就不会有遗憾。那不持醉酒昏迷戒，就是我们喝酒呢到呢这个昏迷。所以我们了解说，在我们台湾呢没有说寒到无啉酒袂使。假如说在下雪的地方，很冷的地方呢他们就会觉得喝一点酒温暖身体。可是我们台湾都没有冷到那么冷的那个程度啦，所以还不需要这个戒酒来温暖身体。所以假如说那个对这个吃药方面有加酒的那个都还可以。因为佛他有说那个是我们要治疗身体的病，并不是我们贪呢那个喝酒。所以那个呢就不在这一些戒律里面。那么断绝聪明智慧的种子。喝酒的话呢就会那个断绝聪明智慧。就是聪明智慧会消失了，会被酒害了。是故五戒不持，人天入绝。假如说杀盗淫妄酒不能受这个五戒的话，那么我们呢要回天，回到你里天的路就绝了，没有这个路可以走。那么五戒坚持三恶道绝。我们能够呢受持五戒那个地狱道、恶鬼道跟畜生道就不会进去这个三恶道。那么善恶由人，我们要行善呢或是要作恶全部呢都是我们人呢自己主宰。看我们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自造自受。我们自己造自己接受。所以则何？公修呢功德，婆修呢婆德。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道个人修个人得啦，什么人修什么人得。都是要自己这个个体为单位。自己要努力这个修道就可以成道成佛。公修功德，婆修婆德。多修呢就多得少修就少得。我们呢努力的修自然呢一定呢都会有这个果报呈现。
那么回修呢，回得，不修啊不得，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能够呢，回心，转意了，能够呢，这个使我们整个外放的心啊都回来，那我们呢，就会这个实实在在的，能够呢修得成道成佛。那不修呢就不得，我们不修道的话，就不会成道了，不会成佛。所以一定要努力修，这个个人修呢，个人得。你若修的功啊，别人分不得。所以我们就是要检讨自己啦，假如说你已经修的功啊，别人要分分不得，你若造了罪啊，别人替不得，所以我们就不要检讨别人啦，别人好别人坏跟我没有关系呀，他好不会功德给我，他坏呢，我不用替他去担罪过，所以就不用检讨别人，检讨自己就好了，所以我们修道就是要跟自己作对，自己不能有贪嗔痴慢疑，不能有脾气毛病，这个都是跟自己作对啦，所以我们这个修道呢，要走的正确的道路。是故欲免地狱当持恶心。假如说我们呢不进入三恶道的地狱道，当持恶心那个不好的心，我们要除掉。所以我们知道在凡尘，很多人呢，他起心的时候心就很恶，所以我们一看一听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是那个心念一起都是要害人，都是恶心那个真的是要进入三恶道，那个地狱道。那欲免恶鬼，我们呢就是要免除这个恶鬼，先断悭贪，那个悭呢，我们呢就是讲那个这个1文钱打24个结，老一辈呢时常会说，那个人一仙钱拍24个杆，有听过吗？就是那个就是悭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所有的一些物质都是借我们过手而已啦，借我们用，不是我们可以带得走的。累积的再多的财产，我们一口气不来没有1文钱可以带得走，都要拱手让人，都全部别人的啦。我们何妨在生的时候把那布施给一些比较艰苦的人去生活，所以不要悭贪，那个悭贪对我们都是伤害。能够布施的话，我们布施了就可以越过贫穷，布施的人不会穷他会越来越富裕，所以我们呢，就多多的布施。那欲免畜生呢，莫吃他肉，假如说我们不落入畜生道，就是不要吃那一些畜生的身体，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以现在的社会现象，我们要劝人家不要吃鱼，不要吃肉就非常困难。他们都观念很强，那个就是要给我们吃的都会这样说。各位要怎么回答？拢点点就好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不落入呢，那个畜生道，就是不要去吃那个畜生的身体。
所以啊，老天在世的时候都讲，说我们人死了以后啊，就是要用棺材来装，然后啊，动物死了以后啊，我们用肚子来装，我们肚子变成了畜生的棺材，像不像？很像背有后水。那么欲得人身，我们要得到人的身体，先学啊孝慈，我们呢要有人的身体，要呢这个有孝，就是啊对长辈啊就是孝，然后对晚辈啊就是慈，所以啊要有孝慈。那么欲生呢天上，我们呢要生在这个天上。当持五戒，这个杀盗淫妄酒五戒啊，我们都受持，就可以啊，生在天上。那欲成佛道先用明心，所以啊，我们要成佛，要成道，一定呢，就是要明心，心明啊，则因果不昧；见性啊，则成佛无疑。各位都明心了没？明心了没？真无力，不敢肯定了见性了没？这个倒比较有力道。所以啊，我们呢就是要明心，要见性，心明啊，因果就不会迷昧；见性啊，成佛就没有怀疑。所以或者都跟各位讲，我们明心先明了我们日常生活用的心，我们生活用的心都是生灭心，都是世心。认识的心，可是这个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也要认识，不能说只有认识真心这个妄心我们也要知道，知道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用呢只有一次，它呢没有这个体，妄心生灭心没有体。然后我们的真心它有体，各位都还记得吗？之前我们都用这种茶杯来做比喻，说你这个茶杯还很漂亮，我们就是喜欢。这个喜欢的心就是生灭心认识的心，因为它会随着这个变化而变化。假如说我们不小心把它打破了，我们打破了我们就不要了，对不对？那我们当时喜欢要的那个心跑去哪里？找不回来，对不对？所以叫做妄心无体，它随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那个妄心生灭的心，它没有本体。那我们的真心它有体，我们用它，它在；我们不用它，它也在。它就是有体，不会像这个妄心变化就不见了，那个整个心都不见了，那个叫生灭心、妄心。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妄心都放下。妄心都已经没有了，没有的话，然后出来的心就是真心，那个真心它叫常住，常不会变化，永远都在，常住伫咧，袂无去伫咧，如如不动，所以那个司空山本净禅师就讲，问那个杨光庭说，
杨官廷是皇帝派去山上去找那个长春藤，要吃未死的啦。然后这个杨官廷呢，找到那个本净禅师啊，就问他说：“哎呦，你嘛甲我教我做爱修道的，你是要问佛啦，要问道？”伊讲佛甲道有啥物无同？佛跟道有什么不一样？他说你要问道的话，无心是道，你所有的心都去掉了，那个就是道。你要问佛的话，即心即佛，就是所有的妄心都去掉了，就是真心。那个心就是佛，所以即心即佛。问道无心是道，问佛即心是佛。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日常生活用的心那个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它使以生灭。那我们要的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不生不灭我们就是先把妄放下，妄能够放下以后，剩下来的那个就是真，就是这个成佛啦，就是这个成道。我们要我们的常住真心都整个呈现。我们在生活之中就是要使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整个呈现。所以整个呈现的时候或者就讲它如如不动。之前都用了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说。因为我们有玩过相机的人知道，你在按快门的那一刹那，镜头不能晃动，晃动呢，照出来的影片模糊不清。你一定呢，要不动，起枪，然后照出来清晰。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原理来印证我们佛性。我们佛性假如说是在玄关的话，我们呢都整天都在动。那整天都在动，以照相机的原理，我们看的景象都模糊不清。可是我们怎么动都看得很清晰呢？就是因为我们佛性本体如如不动，动的是我们身体啦，佛性不动。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佛性如如不动，就叫真如，就叫一真法界，就叫如。所以或者都会讲，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力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有没有？没有能见，没有所见，你就是真实的见到如来。就是没有对待了，没有两边。若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已经把能所融成一体了。这个时候你融成一体了，这个就真实的就是如来。所以我们在凡尘的生活，你看我们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就是真实的见到如来。可是我们有能见有所见就是邪见。听有无？所以整个我们在凡尘呈现的整个呈现就是如来本体，没有能见，没有所见。这样知道了吗？把它已经融成一体了啦，没有能守，没有对待，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修道就是这么亲切。你看整个我们所面对的行智作恶都是佛的妙用，整个都是佛，都是如来。只要你落入思维，我想看卖，那就两边对待，就是邪见。这样知道吗？是一体的就对是一体的
没有两边，没有生灭，那个就是如来。这样知道吗？或者说最亲切的、最高的程度就是这样，没有两边，没有对待，没有能守，都是一体，就是如来，就是佛，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明心见性。你看整个佛都呈现了，所以见性成佛无疑，绝对啦成佛，只是时间早晚，绝对成佛。有信心了没？所以那个呢，我们刚才就讲见性成佛无疑，所以不能有能见不能有所见。你有能所就生灭，那个就对待，那个就不是最高。你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已经把能所融成一体了，那个就是如来，那个就是佛。所以我们呢就已经到成佛无疑那个状态。那文殊菩萨呢叹言，就是很赞叹赞叹的说：善哉善哉，人生难得，我们人的身体就是很难得。那么中途难生，我们要产生在中途，就是到呢降临的地方，这个中途难生。然后正法难遇，我们要得到呢三宝，那个正法很难呢能够遇到。那知识难弘，要遇到这个善知识就是能够明心见性的人那个知识很难弘。人生难得今已得佛，头头祭祖种种现成，若不花心佛也难救。所以这个跟我们讲说，我们假如说不想成佛，佛也没办法，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花心，我要成佛，佛才有办法啦，都可以拉我们成佛。那假如说我们不花心成佛，佛真的也也难救我们所以一定呢要花心成佛。那么尔时会中呢出花心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无量的天龙八部你看天龙八部不是只有一个是无量非常多无量的天龙八部。那么皆悟自己本来佛性所以那个天龙八部就是非人，他不是人他已经呢都是变成那个不一样的身体所以非人。可是他的性相跟我们人一样他都拥护佛法，所以接近都可以接近佛的身边。那么皆悟自己本来的佛性，那么一切的功德不出自心。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所有的功德都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心，所以我们心性重要成就慧身不坏，我们那个智慧的慧身呢不坏。那么大众闻佛所说呢皆大欢喜心受欢喜。这个我们呢终于把那个大圣呢金刚经论这个讲完了。我们呢这个回到呢那个金刚经呢各位有带吗？大家都准备得真好我们讲到第几分了？尊重正教分嘛，第12。因为这边有4句句等，好
好像到第13分是吗？各位都还记得吗？我们讲到哪边？啊？12分讲完了。好，那就如法受持第13。好，各位有带书哦，因为我们还有25分呐，或许准备说留下来，因为还有美国还有2个问题还没有问，可是现在就是开始问，好像又中间又没有人要问，我们得先这个讲回来这个《金刚经》的本文，如法受持，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如法受持啊，虽然文字呢不多如，那么这个如的本身呐，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它是一真法界，那之前啊，我们有详细的说如是我闻，那个如啊，就是我们要追的目标，我们要追的程度啊，就是到如。然后我们呢，按照这个如的方法来受持，所以就包含了非常的这个广泛，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从这个释迦牟尼佛讲那个37智道品，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他所最重视的就是37智道品。那37智道品呢，就是从四念处，四正勤，然后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各位有没有印象？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虽然这个讲经说法非常久，49年，可是它的重点都没有离开这个37智道品，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对这个37智道品就是要了解它的内容，不像呢我们所认识的说那个是小乘佛法，因为它是从根源，从我们众生的根源，然后修呢，一直修到那个佛的程度，就像那个四念处，那四念处我们就是了解到现在为止我们社会所传的那个四念处，都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都是这个最初步的那个说法，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是我们开始进入修道的那个时候，才要呢重视这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为什么要重视？就是我们住相。那先呢这个数念处让我们破除那个住相的那一种陋习，我们的习性先把这个志向呢能够呢清除掉。那清除了以后可以说我们社会都没有传那个最上圣的四念处。那最上圣的四念处佛在进入涅槃的时候就是涅槃经我们这边呢有这个印过来那个涅槃经那个阿难就问说以后要以何为主？说以后释迦牟尼佛不在了，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修？那佛就讲四念处。
可是这个时候的四念处哦，各位就要了解到，它不是那个观身不净的四念处，是那个成就的那个四念处，就是观身现象犹如虚空。观我们身体呀，不管是佛性，不管身体的形象，都跟虚空一样。观身现象犹如虚空，这样才会成就了。那你假如说一直都是观身不净啊，那都还在吃布的那个阶段。那吃布的阶段我们只是要去掉那个对身体的那个执着而已。那你对身体的执着去掉以后，要怎么修就没有交代。可是在那个要进入涅槃的四念处啊，就完全都不同。说观身现象犹如虚空，各位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性啊可以犹如虚空，可是我们的相啊形象，各位想想，要使它跟虚空一样，容不容易？就很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佛就讲说，我们呢，真正的你要成就啊，你就是要了解到你整个身就是有生老病死，有没有？它是固定的，一定生老病死。那我们走入物质的世界啊，它是生住异昧，就是这个身体的本身啊，它形象。那形象它生成以后，它住以后异就是变化，然后有变化以后就昧。所以它在身体来讲，就脱离不了啊，生住异昧。那我们人在凡尘的生活脱离不了生老病死，就一定的所以你就观你的身体呀，已经不在了，跟虚空一样。虚空会不会变化？虚空不会变化，所以我们观我们的身体呀，已经跟虚空一样，不会变化。所以要观身的现象犹如虚空，就是已经进入不会变化。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真正的我们修到后来了以后，你观性有办法跟虚空一样，可是观身要跟虚空一样，真的就是你要进入定，笃定你非常的笃定，你有笃定了以后你就了解到这个凡尘的所有形象它都有一个自然的过程，身体的自然过程生老病死，物质的自然过程生出异昧，所以这个免不了的这个自然过程我们都让它自然去经过，然后我们整个那个注意力全部呢都在虚空，虚空没有变化，佛性没有变化，身体没有变化。所以或者就讲说佛性没有变化容易知道容易进入说没有变化，可是你身体要进入到没有变化那真的是要很努力很努力的，你都整个超越，你超越整个身体的生住异昧，你都超越虽然它都有，可是你都不住相不住在这一些呢这一些变化的那个里面所以这个是始以我们那个四念处的那个第一个他或许就觉得说跟呢那个初阶的
那个观身不净啊，已经差别很大。然后那个第二个观受是苦，那么在呢要进入涅槃的时候就讲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各位浅浅在哪里？不在内，不在外，不住中间，它在哪里？所以就在空，不在内，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不在身体的外面，不在中间，所以就在空。所以我们了解说，观受就是空，不在内外，不住中间，就是空。观受，凡尘给我的所有的受都是空。可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凡尘所有给我的受都实实在在没有说来了以后全部都是空，都是实在我们都把它认为实在，所以都空的，都不实在，所以佛就讲我们众生颠倒，假咱能够看到真的，全部都是假的啦，然后那个第三个观心在我们这个最后进入涅槃的时候观心但有名字，名字现离，观心只有名字而已啦，没心啦，没有心你找不到心的所在，心在哪里？没有只有名字，连那个名字性都没有所以整个都是空，心都是空，没有观心没有然后第四个观华不得善华，不得不善华，没有善华，没有恶华，就是空所以四念处在那个佛进入涅槃所教的就是要我们全部呢都是走入空，都是没有啦从观身性相犹如虚空，观受呢不在内外，不住中间，观心但有名字，名字现离观华不得善华，不得不善华，全部呢都是空，都没有所以我们了解佛教以后所有修佛法的人都是走入空，空就对了你假如说走入实在的那一些形象它就错了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如法受持那个如就已经呢要我们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呢只留下10分钟了给那个美国道亲问2个问题。刘长师，请问山河大地是真心佛性所呈现的，它月系层也是吗？好，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问的还蛮根源所以我们从我们研究过的那个楞严经因为迷妄呢才有虚空，因空呢才立世界然后我们有世界以后众生呢才出生有众生呢才有业果所以我们整个那个山河大地全部呢都是由迷妄而来既然山河大地都是由迷妄而来，我们所依附的那个太阳系整个也都是依我们迷妄，然后整个呈现
所以或许都觉得说，我们在这方面啊，可以说比较缺少研究了。那所有的佛经也都没有明确的讲说这个世界的来源，世界到底是怎么来？就只有楞严经啊文殊菩萨有详细说了，说我们那个佛性啊那个觉海性成眼，言成觉圆妙。言明造生熟，熟立造现往。所以啊，就是讲我们那个佛性啊，就好像海，觉海，它的海呀，比那凡尘的海宽广，凡尘的海都有边呐。我们的觉性的海呀，无量无边，非常的成远，然后言成觉圆妙。我们的那个整个那个佛性的觉啊，它本来就光明，圆明圆妙，本来具备。那因为啊，我们呢，圆妙啊，造生熟，那个熟力就造现往。因为呢，我们从我们佛性本体所生发的光明，那个都不是有所作为。可是我们修到了以后啊，就觉得说佛性呢不够光明，我们要把光明加入佛性。我们这一加入以后啊，就是熟力啊，有能有守，已经有能守了所以守力啊，照现往。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它会光明，会照得很亮，没有了。我们变我们人较熬，变有能守，我们能造。所以文殊菩萨讲说，你记得我们人有为啦，记得照啊就光明，你不记得照呢，它就黑暗，它就变成你记得照不记得照啊，它就有差别，不像本来它光明圆明圆妙，本来具备，不用你加了，一加了以后，它的本来就不见了，就变成我们众生啊所做的有所作为。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不逞强不那样做的话，我们只使它恢复到它的本来这样就可以了。可是我们呢要呈现说我们人人定胜天呐，结果就变成我们人呐制造麻烦，然后我们要接受那个自己做的那个果报，那个原来的没有了，原来圆妙圆明不见了，就变成我们在凡尘所造的一切所以我们了解说本来呀我们是佛性一团虚灵没有山河大地呀没有现在因为迷跟妄，所以才有虚空因为有这个虚空才建立这个世界，所以世界是在虚空里面虚空是在我们的佛性里面。我们佛性是充在整个宇宙虚空的外面，很宽广现在呢我们迷妄才建立一个虚空，有虚空才有世界才有山河大地就可以了解到文殊菩萨说这个阿昧空本无。假如说我们迷妄不迷不妄了，这个空没有没有世界没有，世界没有，全部回到佛性本体整个宇宙都是佛性本体，很宽广或许看了以后我们人计较搞把天地拢变化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讲说没有世界，有的就只有微尘，没有世界啦。因为微尘然后集合变土，土集合变地，
地集合啊来变我们生活的世界，这样的都是一些妄集合了以后才呈现。所以我们研究真的要从根源去了解根源了解的话，知道说来源它本来就不真的，我们是从真起妄我们从佛性本体的真，然后起妄这个虚空的妄，因为有虚空以后才有地球，有地球以后才有现在其他行星啦我们整个太阳系才有所以这个都是不真，都是假可是我们现在就把它当成非常真了，然后我们人就是在里面生活也是真，不知道说整个都是我们佛性本体出来的啦。这样有没有一点了解？好，还有一个。我们修行回到理间，涅槃跟理间有什么差别？涅槃还在轮回当中吗？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涅槃不生不灭啦。那假如说我们已经呢是进入大涅槃，大涅槃就已经呢不在这个生灭之中了。那假如说涅槃跟生死是对等的话，那个涅槃生死有生死才建立一个涅槃，所以它是平等平等都是空中的花。那假如说加一个摩诃，加一个大大涅槃，那就已经超出了，超出我们那个生死相对待它是真正的不生不灭。那不生不灭我们就是了解，我们追求就是追求不生不灭啦。我们一直修到最高的程度就是到达不生不灭。你真正的能够进入不生不灭正悟本性，你就有主宰自己的能力要不要落入凡尘来救度众生，你就有权柄主宰。那假如说我们在凡尘没有启发佛性当家我们就没有那个能耐没有那个权柄说我要到凡尘来，我不到凡尘来，那个就不是我们可以自己做主。那我们现在呢生活之中已经启发佛性当家，那就已经归入到一个没有对待，一个绝对体，绝对体的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已经进入了，进入绝对体以后就是你可以超出我们佛老师讲万八逍遥你可以回到我们当下当初无始那个时候下凡尘的时候，那个一念无明，我们就可以回归到那个地方。那真正的就可以跟那个南极老仙翁一样，可以观我们这一个圆会的那个整个生灭变化。那不然的话呢，我们都有经过了南极老仙翁的7次那个整个我们圆会的变化，我们都在六道轮回里面不知不觉啦。那我们假如说能够启发佛性当家，我们就可以到那个南极老仙翁身边来看我们看第一次的圆会那个整个人灭，然后地尽天穹，然后混沌，等到下一个圆会开天辟地，隐会人又降世，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些状况。那要不要到凡尘来，我们可以自己主张。所以就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之中，愿不愿意启发佛性当家？你愿意往后就有这个希望你可以主宰。那假如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有办法启发佛性当家，那所有这一些都是空中楼阁啦这个可看不可及你到不了。下课。老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贤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德，老天天大德。
以及感谢呢各位先贤给或许机会学讲。我们呢讲到这个第13分如法受持，然后我们呢了解到说这个如法我们呢上个礼拜有讲到这个四念处四念处因为我们社会所流传的都是初级的那个四念处，就是那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而无我，都是以那个初级的在传播。可是我们呢了解到说修到这个就近的时候那个四念处跟那个初级的四念处是不一样。可是我们社会都没有在传播，所以或者又讲在这个大藏经里面那个文殊菩萨就有问说这个四念处这个上圣的四念处是什么样的内容？那释迦牟尼佛有回答说呢这个观身现象犹如虚空。我们呢这个涅盘经里面或者就有写了把那个最上圣的四念处把它写出来。可是我们社会都听不到，都没有在传播上圣的四念处。那我们了解说那个上圣的才可以成道成佛。观身就是我们的身体现象犹如虚空不管是我们的身，不管是我们的现观身的现跟现象都呢犹如虚空跟虚空一样不会变化没有生死。所以那个已经在文字就让我们了解已经呢到最上圣了观身现象我们的现我们的相形象就是身体犹如虚空，跟虚空一样那假如说我们能够观我们的身它的现跟它的相都跟虚空一样，那我们就已经就可以成就最上圣就已经可以成道成佛。那假如说我们是停留在这个观身不净，那个观身不净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离相。我们都呢对自己的身体非常的爱惜，非常的迷恋。那观身不净是要我们就是不住相，不住在身体的形象让我们知道说身体它是很脏可是那个是初级的开始修道的时候要用那第二个呢就是观受是苦。我们呢了解说凡尘给我们的所有一切都是苦那我们在上圣的四念处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就是受不在我们的内身体里面，也不在身体的外面，也不是在中间，也就是没有受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凡尘之所以造业，就是把受当成说真实的，凡尘给我们的一切，我们都把它当成真实的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点因为呢我们的受是因缘际会才让我们去接受果报因缘际会。
那我们要了解因缘际会的东西啊，它本身啊就是空，没有一个主宰，那个因缘没有主宰者，所以了解啊，它当下就是空，所以佛就讲观受不在内外，我们的内心没有受，我们的身外也没有受，不住中间，中间也没有受。所以啊，一切的受都是空，让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的生活，最重要啊，就是这一个观念，所有给我们的受，所遭遇的，我们在凡尘所遭遇啊，一切呢都虚幻不实在，我们把它当成真，进入内心，我们呢有喜欢讨厌。既然喜欢讨厌呢，我们就有取舍。那我们取舍了，就造业。我们纵然都是行善，那也是善业。一样都是业。所以我们了解啊，我们对观受，这个很重要的一门课啊，一个修持方法。你本身遭遇的所有一切啊，都虚幻。都不实在啊，那个很多因缘际会啊，才让我们接受。所以啊，我们上次有说，假如我们在生活之中都已经进入觉，我身体在做什么，我心里在想什么，我都了了分明，我都知道。那假如说我们是这样的生活，那等于啊，我们累世以往所造的那个业啊，它都不会来让我们接受，因为啊以往的是因，现在啊是果报。那现在我们就是要有那个因缘，就是我们念头或是我们的行为。把我们以往的业因拉来，以往是因，现在啊就是果报，那因缘汇合了，我们才接受现象，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已经进入真理世界，时时刻刻都在觉之中，没有不觉，所以我们呢都在觉。这样的话呢，我们累世以往不管是多少世我们所造的那个因它不会来，就是它没有缘它不会跟我们现在生活碰在一起，那我们就不用接受果报所以佛经里面呢就记载说这个所有的罪业消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要了解到因果是定理，为什么我们造了因会没有果报呢？各位就是要了解到这个真理所在。我们有讲过，众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易时果报还自受，有没有？那我们就看第三句，因缘会易时果报还自受。因跟缘要会意就是要能够配合，我们才接受果报，这样知道吗？那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走入真理世界，就是时时刻刻呢，我们在生活之中都保持觉。那我们都保持觉就是不会造那个缘，我们以往的因现在造的缘，因缘汇合，我们不造缘因有，可是我们不造缘，因缘不汇合我们就不接受果报，这样了解意思吗？完全都在真理之中了。所以为什么那个佛会讲我们的罪业都消灭，那个都不能骗人的了。
可是假如说我们修到半途啊，向后转，已经不修了，那以往所造的业啊，它一定会来，所以还在啊。只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走入真理世界，保持我们所有行为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保持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我们都了了分明。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造业。那个因虽然有，它没有缘会合，所以因缘会意时啊，果报还自受。啊，因缘不会意啊，我们就没有果报可以受。所以这个都完全呢符合真理呀，佛才会讲罪业呀消灭。不然呢，我们六道轮回这么久，怎么可能说一点错都没有？罪业一定会有。那我们真的所有的罪业全部要了到清的话，我们没有希望可以成佛。所以要知道我们要走入真理。你走入真理了以后，因为因缘会意啊，才会呈现现象。那我们了解，我们在生活之中所有的我们遭遇也是因缘会合，然后啊，我们接受。那我们从这一个角度了解到，我们所有的遭遇啊，都是因缘会合。既然落入因缘，它没有主宰者，没有谁在主宰啊，它是自然而然。那我们从因缘的角度来看，因缘会合的东西啊，当下就是空的。那我们的接受啊都是空，可是啊，我们那个感受很强烈。我们遭遇啊，那个感受很强烈，都把它当成是实在，是不可改变，就是因为这样因为这样我们把它当成实在了我们内心里面没有想说这个是因缘会意，因缘呈现的东西当下是空的不是实在，所以我们要应对。可是啊，不要让它进入内心，这样会不会？事情来了，我们要应对不能逃避啦。要怎么应对，我们就勇敢面对。可是我们勇敢面对的时候啊，知道说这个事啊，当下是空的不是针对我而来，是因缘会意的才呈现。所以我要去应付这个事情，我把它处理得圆满就抛开了不让它呢进入内心。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往后的那个因就是来世的因，我们不造。那因为我们在完成的生活都一定有遭遇那遭遇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把它当成是固定不会变的，因为我们内心已经把它固定所以我们一定有喜欢讨厌。那喜欢讨厌接下来就有行为行为动作就变成了造业。那假如说我们把它认为已经透彻了解它是空的，那这样去应对的时候本来该怎么应对，有一个刚好的角度，然后我去应对了。那应对了以后因为不让它进入内心，所以我内心里面没有喜欢，没有讨厌，没有喜欢讨厌我们行为就符合中道。那中道就是天地之间所做的事情，白天黑夜，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天都很自然而然呈现这一些现象。那我们没有喜欢讨厌去应对的事情就像上天做事一样，没有那个进入内心的喜欢讨厌所以不造业。
天地之间啊不造业啊，所以天地啊不用接受果报。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按照这个真理，在生活之中，我们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受没有在我们内心，没有在我们外表形象，然后也不住中间所以整个受空，这样了解意思吗？大概我们最差就是这个啦，我们都会把自己的遭遇看成是非常的深根蒂固都不可改变的。那我们了解到那个给我们的遭遇它一定要有因跟缘，有两个汇合我们才接受。那我们知道因跟缘这个当下都是空的，那是空的我不能逃避，我还要应对，我把这个事情要处理的圆满。那处理的圆满该怎么做？有一个刚好的角度，我按照这个角度去做，我不让它进入内心，所以不在内然后也不排斥也不逃避不在外也不在中间。所以我们了解所有的受都是空我们知道所有的受是空，那我们接下来的业已经都不造了，因为不落入喜欢讨厌了。那我们落入喜欢讨厌接下来的行为就造了业，造了业就要受苦，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啦一定的。那我们都已经没有了，观受不在内不在外，不住中间，没有受所以没有受我们接下来就已经没有造业，就完全按照该如何就如何那个都是中道，就是天地之间在做的事。那天地之间做的事没有业天地不会造业，那我们跟天地一样也不会造业。那不会造业以后没有原因推我们到现象来，现象就是没有原因推我们在这个凡尘又有形象出现。那除非我们自己发愿，自己说要来度众生，发愿那个是愿力而来，不是被我们造的业推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生活里面就可以不造业。所以我们说这个慈悲喜舍，我们佛性里面有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慈就是娱乐，给人家快乐；悲呢就是拔苦，把这个苦众生的苦都把它拔掉。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娱乐跟拔苦，我们呢就可以在生活之中呢就实现给众生快乐我们没有损失了而且也知道说帮助人比那个被帮助人更快乐所以我们就很乐意帮助人那个慈娱乐给人家快乐。那悲呢是拔苦。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造的业那个佛菩萨他不会替我们担当，我们一定要自己去这个面对自己所造的业。那为什么把众生的苦拔掉呢？是告诉我们不能造业，告诉我们你现在所受的苦就是之前你不知道原因所造的业所呈现的果报。那个果报呢我们要本身去接受所以这个悲呢拔苦。那拔苦就是告诉众生不能种业，你种了业一定要受苦告诉众生苦都不种了就没有苦那个苦业可以承受。所以我们在因地全部都不造业。你说我要受苦，我要受苦，没有苦可以给你受，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不造，不造业你就不受苦。
这个是自然的道理，道理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造了业，那个苦是一定在后面的，所以我们对这个理呀，就是一定要了解。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是接受以往的果报，现在才有身体。那么才有身体呀，生活之中有很多的遭遇，那个是我们以往所造，不知道说不能做的，我们去做了那一些因，现在接受果报。那我们在接受果报的当下，就记得不要再造因，因因果果没有了期啦，没有说没有了，消失了，没有。除非我们走入真理，你走入真理世界，在佛的领域，没有，他没有造业，没有分别心，没有喜欢讨厌，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最重要就是要培养自己，不起分别心，不起分别心没有喜欢讨厌，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喜欢讨厌的情绪非常强烈，看到人都还没有跟他相交往，喜欢讨厌就呈现，有没有？都有。我们看到人了那个喜欢讨厌就已经来了，很奇怪很自然呢。就有看到这个人你喜欢还是讨厌，就心里面已经有底了。怎么会这样呢？他表示说呢，我们以往都没有走入真理，就是不研究真理，不知道说那个一真法界，不知道说一个本体没有两边对待，没有一个本体的话。有喜欢讨厌吗？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佛性本体就是这样，它没有对待，没有两边，没有喜欢讨厌。可是我们落入现象就一定有了，白天黑夜有没有两边？有善有恶有没有两边？有男有女有没有两边？都自然有，就自然形成。那我们呢要走入真理我们的佛性本体它没有两边的。我们现在会有男会有女，那个佛性本体它可以为男也可以为女，可以当男生也可以当女生，所以佛性是没有分别的，是我们落入现象以后才有分别啦。有现象了才有男才有女。在佛性本体没有男没有女，它是一个绝对体，没有对待的。那我们现在研究就是要走入一个绝对的佛性本体就是没有对待，没有两边，没有喜欢讨厌那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付诸于行动，不要喜欢讨厌，分别心就渐渐的很淡薄，不会很强烈不然现在你看我们那个喜欢的跟讨厌的都很强烈喜欢的希望你吃个老老，讨厌的顶去死你看这么强烈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你喜欢他吃个老老，不一定吃个老老，你喜欢他马上去死，他不会马上去死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那个情绪发挥很大很快，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不对，不是真理，真理没有这样真理是一个绝对体，它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分别心，所以为什么成佛了，就是他没有分别心所以佛在看我们众生都叫我们菩萨摩诃萨，摩诃就是大了，我们是菩萨中的大菩萨，佛都这样叫我们呢。可是各位浅显，我们现在称得起大菩萨吗？敢不敢担当？
都还不敢啊，为什么啊？还差得很远，最起码在我们的心地呀，都还差得很远，佛啊，就是非常的慈悲，无所不能，都要帮助众生。可是我们呢，现在呀，我们的心地啊，有没有说像佛的心思一样，都要众生好，都要帮助众生，有没有？有啦，只是多少而已啊，有的很多，有的比较少，都有。我们呢都希望呢众生啊都能够成佛，都能够成道。那我们自己本身的遭遇，自己本身的修持，跟我们累世的累积呀，每一个都不一样。假如说累生呢、累世啊都在修，每一生每一世啊都有修道，那为什么还没有成道呢？就是对真理的认识还不透彻，所以我们一直修一直修，有努力修了都还没有成。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这个研会已经走入快要呢整个都结束的时候所以上天就大开普度要我们所有落入凡尘的众生都赶快能够求道修道，能够成道就回到我们本来。可是我们落入凡尘太久了都迷恋凡尘了尤其你看现在只要你有钱，你要到哪里去玩都很自由自在我们这个本岛玩得不够还可以出国去玩玩回来都很累了。所以或许都讲，我们最漂亮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是最漂亮是最值得我们追求的。那外面的形象再怎么好各位先生都是幻象，假的啦，它经不起天地的那个灾变不管你再怎么美好的环境来一个9级大地震它整个都变化所以没有一个可爱的地方真的可爱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这个是最可爱所以你想去观光游览，你就静下心来观你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是最光明，是最美丽那假如说还没有没有光明没有美丽，那要努力要努力使它光明努力的使它美丽只要你能够付之于实践你都努力去帮助人，不求回报，保证你那个美丽观光光明整个你都呈现整个都出来了那个高兴或许都讲你晚上睡觉睡到半夜都笑到醒过来。为什么？你很高兴高兴什么？你能够了解到奥妙的佛性本体你能够看到它是这么漂亮的这么值得观光的你已经找到它了所以你每一晚都会笑。各位现在有没有晚上睡觉会笑到醒过来？可能唉声叹气哎呦越修觉得人生越苦所以这个笑不出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没有发挥了，没有发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只要你发挥了它可以助人无数帮助人就是没有数量的限制无量的可以帮助人，只要你肯帮助人，你那个那个高兴比被帮助的人还要高兴
假如说自己有实际做的话，你就可以体会。真的是很高兴。虽然帮助人很劳累啊，可是那个高兴是从内心发挥出来。那个金钱买不到的啦。你花钱出去玩，还不见得有这一种情形出现。所以我们要了解，最漂亮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没有对待。一个绝对体的所以要相信自己呀，不生不灭的佛性。你相信了以后，你去发挥，因为没有对待，所以你也不会去在意人家是批评呢，或是赞扬，不管了啦。你自己活在呢佛性的本体当中。那个快乐已经是没有办法用这个现象价值的东西来比喻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真正的我们能够如法修持，按照观身性相犹如虚空，我们的身我们的性我们的相都是虚空，跟虚空没有两样，不会生也不会死，不会沾而污垢了。你看啊，我们要把那个虚空油漆啊，你太白了，我把你漆一漆，让它变成黑色，漆得上去吗？你落落来拢掉在家己身躯啦。所以我们了解到虚空就是无量无边的光明。我们佛性就是这样，无量无边。然后我们观受不在内不在外，不住中间，没有受。我们一定要体会没有受。这个没有受不是现象都没有了，都有遭遇都有，可是不让它进入内心，不让它进入，不记在我们内心上，没有。因为它是因缘际会才呈现，让我们去遭遇。那遭遇因为有以往有很多的不知道真理的时候造下来的，现在才会呈现因缘，让我们遭遇。那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一定不再造因。那所有的以往造的它就不会来了。就消灭了，然后我们就越生活就越快乐。就各位就可以了解到，你假如说内心一点事都没有的时候那个快乐是没办法形容的。各位心上有没有烦恼？还蛮多的。那假如说我们心上都没事。烦恼也都消失。这个时候那个快乐真的是无法形容了。可是可以呈现，我们可以到达那样的状态。所有的烦恼都是我们自己生发。那为什么我们会生发烦恼来烦恼呢？因为我们落入凡尘所学的就是这个啦。就是学要怎么样烦恼你看咱有熬不？大家都做熬的嘞。我们看看小孩子生下来他会不会烦恼？他不会那为什么越大烦恼越多？就是学来的啦。是我们自己学来的，所以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我们耽误自己。所以我们宁可把这一些放下。能够万年都放下了，所有的妄都能够去掉。妄都去掉真的就呈现。那我们的真的就是要了解到跟虚空一样。所以或学之前都时常讲，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各位都还记得吗？那个不是在骗人的因为你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就已经是一体了。那一体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跟如来一起生活了，
我们就是如来，整个虚空就是如来，全部就是如来，是不是已经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对不对？那我们有所见啊，即是邪见。为什么？已经落入生灭了。你有能见我相，所见法相啊，有能有所，是不是相对？相对啊，就是生灭了。啊，你有生有灭，哦，当然就是邪见了，见解不正确了。啊，你没有能见的我，没有所见的法，已经是把它融成一体。所以啊，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所以如来时时刻刻啊，就在我们身上。时时刻刻呢，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啊，哦，就是真理世界，就是一真法界，哦，就是如。这样了解吗？你看，我们要如法哦受持，到达如啊，这样有没有印象了？哎，原来如就是这样哦。对了，如就是这样，都没有分别，都没有对待，没有两边。哦，那个啊，真的就是如。哎，所以我们呢，哦，要了解到那个上圣的四念处啊，哦，我们真的要努力的去进入。我们进入了如那个领域，就已经啊。本身啊，就已经呢，成就了，已经成佛了，如来呢，就是本身，所以要了解哦，你把它分析了以后，糟糕了，又落入两边生灭了，不能分析哦，这个很奥妙的，一分析了以后就生灭，啊，你全部不能分析，就是一体。全部啊就是一体，没有你有他了啦，全部就只有一体，就是如，真实的见你如来，见到了没？唔敢引你看，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从真理的领域啊进入，然后了解到真理的状态。实际的去实践，真的能够做啊，所以到能够做的时候啊，那个真的讲啊，你再怎么描绘一定都有两边啦，再怎么描绘没有办法把那个真正的核心啊讲出来啊，所以我们就借着那个言说啊来描绘我们的佛性本体。借着言说了，所以要用凡尘的什么景象来比我们佛性啊，都讲不出来，因为讲出来已经有落差了，就已经不是了，所以我们在上圣的那个思念处啊，第二个观受呢，不在内外，不住中间，然后第三个观心。但有名字，名字姓理，观心啊，心敢若有名尔啦，啊嫌迄个名的色嘛无啦，是不是空？所以我们的心啊就是空了，所以或者就讲，我们修道一定要明心见性。可是这个时候，我们讲上圣的观心但有名字，这个心啊，就已经是即心即佛，完全都是真心啦，是常住真心，跟我们生活之用的事心啊，认识的心已经不一样。我们认识的心啊，它是始于生灭，那我们现在呢？那个观心但有名字，名字姓理呀，那个已经是常住真心，就是佛性本体啦。所以我们了解说。